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又給了散戶、金融消費者一記悶棍，連着2天2記悶棍，你說這誰受得了？截至收盤，這個滬指跌了 1.02%， 深圳成指跌 1.17%， 北證指數跌 0.47%。这個滬指漲的時候都是0點幾，跌的時候都是1點幾。很多散戶指數漲的時候他股票不動，指數一跌他的股票也跟着跌，這就是最悲哀的地方，最扎心的地方啊！指數紅彤彤8連陽，他那個賬戶穩如泰山，這個指數往下一殺，他那個賬戶也跟着後面買單，這就是悲劇。關鍵這幾天成交額都不小，今天的成交額是 3.37 萬億，比昨天稍微少那麼200億，但這個量就是帶量下殺。我在昨天節目說了，昨天那個大陰線就標誌着這個指數未來1個月都是在震盪，那都如果未來1個月震盪都算好的，往下走那也有可能。我們一直說的，這就是指數牛市，沙灘上建高樓，隨時會垮。這2根大陰線啊，可以說讓很多人叫欲哭無淚。今天是3584家下跌，1816家上漲。我看了一下，今天50%的股票跌幅在 1.2%， 也就是說一半的股票跌幅在 1.2% 以上。就這個，我看胡適還啟動了什麼電力股、煤炭股，像往上拉，像護盤，顯然是徒勞。為什麼在這個點位上面往上走沒有信心，往下他不甘心，就這麼個情況。所以往下跌總有護盤的，往上漲散戶不敢跟，都害怕，散戶躲在那些這個叫碳基板塊裡面、題材裡面，你讓他從碳基題材裡面出來去追，估計都漲了好幾倍，誰敢買？一套就是一輩子，不敢買，真的是這樣。你看上海建工爺叔一套就是10幾年，你有多少個10幾年讓人套？爺叔現在就在天天望眼欲穿的，就想着解套，能往上。爺叔現在希望能往上漲1塊錢，他說他就能跑了。可是就在半年前是吧？主力是給了他機會的，漲了不止1塊，他也沒跑。他現在要求降低了，說只要往上漲1塊我就跑了。我可以斷定，未來某一天真的給他漲了1塊，又給他漲到3塊8，他還是不走。散戶就這樣。當然了，胡適大家能看到，如果打開 K 線圖，這2天這2根帶量的大陰棒子都是1%以上的滬指，這個確實走的就不好看了。我也不敢說他現在就垮了。我沒那個水平，但是我可以肯定未來1個月它就是震盪，就算是比較好的走勢。往下走那也保不齊。當然了，今天下殺不光是胡適，那全球股市好像都不太好，尤其是亞太股市。這個咱們要聊的是韓國股市。為什麼？因為韓國股市我就在這兒，咱們在中國已經感受到了濃濃的這種瘋牛的味道。因為我對牛市記憶深刻啊，我經歷過2輪牛市，在我腦海裡是歷歷在目，那種瘋狂，那種狂熱。那現在我就通過媒體啊，就通過這些微博短視頻，我隔着屏幕我能感受到韓國瘋牛的味道。首先一個，今天韓國的指數又一次熔斷，這會兒是向下熔斷。我看韓國股市今天漲到8000點，屬於的配方，韓國有很多媒體機構喊1萬點，說馬上要漲到1萬點，就大家還記得吧？這個反正某一輪牛市的時候，就15年牛市吧，還是07年那輪牛市，也是喉舌喊出4000點，只是牛市的起點。結果剛到4000點就咣當，是哪輪牛市喊的？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韓國也喊出1萬點不是夢。結果8000點的時候就開始劇烈震盪，今天是往下，我看這振幅又達到7%。我看的時候它是跌了6%啊，它又漲變成跌，指數熔斷。你說這個太刺激啊！你是昨天入市的，你買了海力士，你現在5個點已經沒了。當然了，你可以堅信未來它還有翻倍，也可能。那你至少這幾天你着急啊、焦慮啊、掉頭髮，因為你5個點沒了。如果你要加槓桿，那完了。韓國股市是可以加槓桿的，那你很有可能10個點沒了。當然了。是韓國股市為什麼跌？日本股市為什麼跌？胡適為什麼跌？這個當然你可以找很多理由，說什麼美元的流動性沒有了，沃倫凱什當美聯儲主席了，對吧？黄金白銀也在跌了，这個給人感覺好像是美元的流動性，也就是說有可能它不降息了，它還加息。好，即便它不加息，它要開始收縮美元，
總之啊，你可以找很多借口、很多理由它跌，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说实话，韓国股市暴跌最大的理由就是涨得太多了。这一年它涨了200%，你涨得太多是吧？那很多人他就有跑的这种就叫那动力，对吧？韓國股市太瘋狂，瘋狂到什么程度呢？說这個，我今天看媒體報道說，廁所成韓國股市交易時，全民炒股有多狂。今年以來，韓國指數累計漲幅接近90%，就今年漲了90%。從韓國牛市算起，好像它是漲了4倍。從牛市起點算起，它到現在漲了4倍。那今年就漲了90%。說據韓國中央日報，隨着韓國這波股票投資熱潮不分男女老少地擴散，對任何可能影響股價的現象都極度敏感的超敏感散戶正不斷增加。首爾江南區一家百貨公司的員工廁所最近一到下午3點30分總是隔間全滿，原因是員工們都趕在收盤時間查看股票 APP。百貨公司職員金某表示，我們組長每天下午3點30分都會離開座位，後來才知道他是覺得在辦公室看股價有點尷尬，所以跑去廁所。自從最近開始炒股後，他幾乎天天如此。在地方城市擔任護理員的崔某，最近則每天提前1小時上班，為的是參加休息室裡的所謂大媽薦股群。崔某說，同一班次的同事們會在開工前聚集在一起，分享收益率，討論股票，已經成了日常。大家不斷聊誰賺了多少錢，我也不想落下，所以都會參加。這個我想起了2007年那個牛市的時候，當時火到什麼程度？火到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多公司上班會議室要提前預定嘛。我們當時經常不是在廁所裡討論，那太憋屈了。我們是預定一個小會議室，2-3個人泡裡面，一個人抱一台電腦，假裝在裡面開會，實際上都在看股票，在那討論的也是股票，但是好像是在開會。就這樣每天都是早上一到9點半就坐到這個會議室，大家在裡面交流心得，是吧？你的股票漲了多少？我這股票漲了多少？幾個漲停，大家無心工作啊。像那個時候工資1-2萬塊錢一個月算高的，2007年，但是你這股票一漲停就是好幾萬，那時候那底氣很足啊，稍有不順心的就一言不合就準備辭職走人，不受這窩囊氣，不能被這麼好的行情不能被耽誤，那火都不能不要的。在電梯裡面，同事都在討論股票，沒有人不討論的，大家都問你那個股票漲多少啊？電梯裡面，這個理髮店、菜市場、大馬路上有人說話的地方，大概率都在聊股票。那時候巴菲特根本就不吃香，沒人在乎巴菲特，都覺得巴菲特這人水平很一般。後來來了個530，大家都老實了，該上班的上班，該加班的加班，都你想起來都是痛苦的回憶，再也不聊股市了。為什麼？被深套，嚴重套牢，老實了。那韓國現在就是這個現象。韓國證券預託結算院數據顯示，去年韓國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人數達到了1456萬人。相當於每4個韓國人中有1個人以上的參與股市投資，多瘋狂吧！隨着指數上漲，近期新進入市場的個人投資者更是大幅增加。截至5月4號，股票交易活躍賬戶數量達到1億522萬個，比去年年底增加了693萬個。活躍賬戶，你說咱們股票賬戶是2.4億，但是大部分都是沉睡賬戶啊。你看我這個。那我賬戶肯定沒銷戶，對不對？我應該是好幾個賬戶，在好幾個券商呢都有。我應該是這4-5個賬戶，那肯定是叫沉默賬戶或者叫沉睡，但是也是2.4億個裡面的一個，應該這麼算。但是韓國才多少人？韓國活躍賬戶是1億522萬，這什麼概念？所以說它已經相當瘋狂，加上它的漲幅巨大呀，所以它的現在波動特別大。今天三星電子股價下跌7%，SK 海力士下跌6%，看看過2天能不能反包。如果不能反包，那這幾天進去的估計想死的心都有了。韓國總人口才5000萬，5000萬活躍賬戶居然有1個多億，你說說吧。未成年人開戶數同比激增10倍，社交媒體投資內容湧現，民眾通過高槓桿借款入市的現象凸顯。
就现在韓國人叫跑步入市，貸款入市，就像那時候10幾年前中國人跑步去買房一樣，貸款買房，無腦買房，相信房價永遠漲，是不是這個道理啊？一旦這個氣氛形成了，你不買你就落伍了，你不買你本來你是可以買得起房的，過2年你就只能買一個廁所，就這麼簡單。所以被裹挾之後被迫高位接盤。那現在很多韓國人也一樣，他這叫焦慮。你不買，你看身邊人，要麼是在海力士上班的，人家1年發幾百萬的獎金，要麼是買股票的，1年賺幾百萬，你沒趕上，你就靠你那工資，那你說多焦慮，深度焦慮。好，你這個人咬牙衝進去，一進去就賺20%，你說你多開心。完了之後，這個覺得自己本錢少了點，膽子小了點，既然這麼好賺錢，那得加倉，所以開始借錢加槓桿，一上好趕上一個5%的下跌，完了後面就聽天由命，後面就只能是相信的力量，相信半導體行情沒有結束，未來業績一定會翻倍。這不光是韓國日本的股市在下跌啊，今天黃金白銀還在跳水，現在這個黄金已經到了4566盎司美元每盎司，我記得一直在4500，後来是反彈了是嗎？現在又回到4500。现貨白銀77.69跌了7%，亞太股市全線跳水。那我們只能祈求滬市能不能走出個獨立行情，畢竟滬市沒怎麼漲，滬市從3000點漲到4200點，這沒漲多少。咱們還是聊滬市，這個滬市這20多個月一直指數走牛市，看上去很美好，但是說實話，我看了很多炒股的這個博主，真正賺錢的非常少。這不能說沒有賺錢的，有賺錢的，但是他這個錢能不能捂得住，這都是個大問號。他現在如果不炒了，他现在賺了錢，他不炒了，他就賺了。如果他繼續炒，這很有可能要加倍還回去。這個滬市從3000點到4200，對吧？漲了才1200點。但是這個韓國股市，人家從2000點啟動的，2000點漲到現在8000點，回頭漲了4倍，是吧？人這個才叫牛市。那日本那更是牛市了啊，因為日本一直漲了10年了。美股那就不用說了，美股這10幾年來，每一次下跌都是叫黃金坑，每一次下跌都是倒車接人。但是我一直是這個觀點，無論是美股、日本股市還是韓國股市，反正散戶想賺錢都不太容易，真正的能把錢賺到手這不太容易。那滬市更是這樣，滬市你要想把錢賺到手，那比這個美股、比韓國股市、日本股市還要難上5倍以上吧。如果你要聽了那些什麼炒股大神的，什麼經濟學家，比如任澤平天天在鼓吹什麼人工智能、科技股，你要聽他的，現在進去了，你現在肯定是在站岗，被套牢狀態。如果你不聽他的，你買了什麼消費這種碳基生物的這種板塊，你現在大概率你也沒賺到錢，你在幫人鎖倉。那全球這輪資本的盛宴狂歡，這到底是不是要結束了？這個不能這麼說，是吧？不敢肯定，只能說現在越往上風浪越大，什麼魚越貴。你現在是越往上這個波動越大，萬一套住了，那恐怕你就這一輩子就套在裡面了。這個不是危言聳聽，我只能說你要被套住，你恐怕這一輩子就套住了。但是不是現在頂，那不好說，很有可能後面還要創新高。無論是滬市還是日韓指數，就是資本市場，但是一旦把你套住，這恐怕就這輩子解不了套，你慢慢熬。所以說對咱們普通牛馬来說，風險遠遠大於收益。所以說你不要被漲，每天有人漲，对吧？有人賺錢所迷惑。作為牛馬，老老實實的把你的窩囊費存到銀行，不要只看見賊吃肉，你想不起來那賊挨打。具體到滬市，這個亂象就更多了。今天又一只大牛股啊，翻倍大牛股被立案調查。A 股市場又添一則上市公司實控人被證監會立案調查。5月14日晚間，叫沃格光電，你聽這名字對吧？就現在是熱門股、題材股。披露公告稱，當日公司控股股東實控人易偉華以及持股%以上股東輝瑞1號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深圳中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啊，收到證監會出具了立案調執書，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證監會決定對易偉華、深圳中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立案調查。關鍵是2月4號晚間，上交所對沃格光電下發監管警示函，
指出公司及其时任董事会秘書龚庆宇在投資者互動平台回復提問時，關於商業航天和腦機接口兩個熱點概念信息發布不準確、不完整，風險提示不充分，可能對投資者決策產生誤導。你看，這說白了就是那個董秘利用這個互動平台講故事，釋放假消息，影響股價。現在被立案調查，這個是股票翻倍牛股。那一陣子商業航天概念比較火，這公司就把自己跟商業航天相關聯，就這意思。我們再看看胡鑫老師這2天是沉浸在這種董王來訪的這種喜悅之中，麻了。總之，胡鑫老師有點麻，感動。所以他這2天微博主要都是董王的活動。所以说胡鑫老師這個人確實比較複雜，你也從他的微博看，你是看不出他從這2天的微博他的表現你看不出他反美、仇美、逢美必反的這種症狀。但是也僅限這2天，也很有可能這2天是不是接到了通知不准反美？畢竟人家來做客啊，你要營造一個良好的氣氛。所以胡鑫老師這完全是一種淫麻的狀態。不過胡鑫老師還是接到了一個噩耗。當然對他來說這絕對是個噩耗，是個嚴重的打擊。這媒體傳出大國是反對伊朗將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這是原話，堅決反對收費，並且說這個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這種表態可以說相當於給胡鑫老師左右開弓，2個大耳刮。這胡鑫老師現在腦袋瓜還是嗡嗡的響，因為大家都知道胡鑫老師這麼多70多天來一直是叫給伊朗安了一個什麼叫不對称優勢、非對称優勢，也就是伊朗可以掏襠插眼，伊朗可以把霍尔木茲海峽武器化，伊朗可以在那收費。這個我在以前就說過的，這個相當於胡鑫老師他朗子拿針扎一下美國的屁股，為了拿針扎一下美國的屁股，這不惜拿匕首拿刀扎一下這個大腿，2個大腿呼呼往出冒血，不在乎，只要你能扎中美國的屁股，這都是算勝利啊！有這麼蠢的沒有辦法。這胡鑫老師就是這種為了反美而反美，所以說最近媒體一傳出對伊朗的定調，這胡鑫老師心裡涼了半截。胡鑫老師再一次就是夜觀天象，探測風向，又探錯了。所以胡鑫老師已經連着4天不再聊朗子了，實在沒法聊了。咱們也可以期待一下俄爹来了之後，胡鑫老師是怎樣的一個表現。最近武漢大學宣布取消社會公眾進校預約制度，這個校外人員只需憑本人身份證即可進入校園。這麼個事，胡鑫老師進行了評論。胡鑫老師說武大有與其他著名大學繼續實施預約入校相同的全部理由，因此它的開放才更具示範意義。武大的這一真誠舉措比所有公關都更值得尊敬，希望仍關着校門要求預約才能進入的其他名校盡可能跟進。也就是胡鑫老師他是主張各個大學打開校門向社會開放，社會公眾無需預約，可以直接到大學去參觀或者活動。怎麼說呢？胡鑫老師這個呼籲這種主張也沒有錯。胡鑫老師還列舉了現在很多大學它為什麼不開放，有不開放的原因。你比如說到學校來的閒雜人等一多，是吧？垃圾滿地跑，喧嘩，寧靜的校園就不再寧靜。胡鑫老師說，儘管有那樣的問題，但是還是應該把校門打開。名校是中國社會精神道德的重鎮，通過開放校園對社會文明的塑造提供一點貢獻，我認為也是應該的。去校園旅遊的大部分人都是帶着小孩子去，學校增加了一點管理負擔，但是燃起了很多孩子对科學文化的向往，激勵了他們努力學習的志向，這同樣是大學不應極力躲避的事情。胡鑫老師最後說，希望其他仍延續預約進校的大學進一步評估，力爭跟進。我覺得胡鑫老師說的沒錯，大學應該開放，但是中國的問題恰恰就在這兒，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人家管很簡單，就把門一關，誰都不讓你來，就這樣一刀切是最好的，省事。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什麼意思？我就把門一打開，完了。這越是好大學越慘，正常的教學秩序都不一定能保證，因為人太多啊，都去玩。你想一想，中國這麼多人，所以確實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在這裡我倒是覺得，因為作為老百姓應該對大學祛魅。什麼叫祛魅？就是這些大學你跑去看啥？你有什麼好看的？
這當我們對大學祛魅之後，這大學無非就是学这里学習的地方，跟你沒關係，你跑去看啥？有啥好看的？你當大家都不在乎的時候，這個時候放開的，你願意看的那少數人就去看，這樣社會和大學互不相干，這個大學的教學秩序，它的日常的管理不受影響，你願意看看的，你只有等到大家都祛魅放開，其實沒什麼。咱們這個人太多，一旦有1%或者一小撮人一旦都感興趣，天天去清華去北大，真的是受不了。我就理解不了家長為什麼非要帶孩子去清華北大看，有啥好看的？所以說還是要從這兒入手。實際上中國的大學以前它並不是預約，我記得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你可以隨便進，但是現在肯定不行。那時候隨便进沒人去，我的印象裡是不是哪有人去往学校裡就没有什麼閒雜人的，那时候大門敞開的。所以說也就是這些年有好多人不知道為什麼就那麼對大學感興趣，這個暑假什麼沒事把孩子帶到大學去。所以說還是要從人的思想這兒下手，不要對大學有什麼仰視，对大學有什麼過多的賦予大學什麼意義。它那地方就是一個學生上學的地方，要祛魅，一旦祛魅了，這問題就自然而然的解決了。就像上廁所一樣的，你有需要你才上廁所嗎？沒有需要你跑到廁所參觀啥？你去看啥？有啥好看的？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